高雄山区变大水雨，无连这8天，雨水量要2900毫米，全台湾落上高。澳洲新南威尔斯大雪40天来落上高，日本冰库7月底大到41度2。哈马斯发布一段影片，2个人质烧山落肉，甚至佮家己乌崩厝。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关视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蔡有欣。高雄山区变大水雨，这8天落来是落超过2000毫米，雨落遮尔高。那么下桃园这个所在对外车路单位放山，也是讲溪水涨起来登去。那古甚至水放山这个土门啊是怎冲入去人家厝？车路一半较低，放落南祖新溪，汽车经过真危险。高雄山区连续大水雨，地区南马社所有另外道路，不是严重崩塌，都是叫土石流砍去，差不多1600人掉伫部落内底。族人无法进出对外联系，恳请尽快开通道路，让居民能够外出。桃园原有同款的情形，南回公路99.3公里的所在，因为大水雨各加分流土山夹入来流入河床影响，老龙溪初时早起水位比路较悬，一直往南回公路一流。一定要进行到至少要10米高以上的路基堤防提高的工程，这样子才可以解决。民代建议应该提高当地路基，安尼无大概大水雨，那富兰、梅山、福兴三里都因为道路中段变高陡，那久有真侪路段出现土石流，怪手连清几落天根本都清袂完，土石冲入去四面山庄加中心里的民家，厝内四界乱关关，如苍苍。家具啊，还有那个水淹进厨房60-70公分高啊。一些家具都泡烂啦。大雨落未停，一直到初时下晡3点，高雄茂林8天累计雨量达到2895毫米，落全台湾上济。过来是高雄桃园2442毫米，第三是屏东的雾台2360毫米，屏东山地毛春节甲高雄南马社6区拢超过2000毫米，我要挖进莫拉克风台纪录。都要开通了，开通了。趁早起雨较完好，民众赶紧出来修理地畔起的水管。那高雄山区、屏东山地毛乡台日的4线，因为土石崩塌，甘南村单边会当过。往德文部落的边31线车是持续畅通，不过乡长等人到现场查看，煞发现路已经严重变形。大概快100公尺的地方都变形了，所以可能还是蛮危险，所以要及时的来抢救啊！都没有电，已经4天了。我们那个发电机都没有油。道路中段淹水土石流等大水雨升长高屏山区，真侪项拢爱停做，后续安怎重建恢复工程，对灾区甲相关单位是一大考验。记者采访报道。也嘉义阿里山有一个富林人，昨伫厝附近来失踪，厝内人怀疑伊是搬落去附近的野溪。搜救人员配合空翕机，落去找人，今仔早起伫野溪水尾石头旁找到这个富林人，遐人已经无开尸啊。水头社大家连讲话拢听袂清楚，经过几啊点钟找找，发现失联富林人，初步验判就无生命现象。有住伫阿里山乡嘉里村的姓高富林人，初3暗伫徛街附近失联，家属四过找找，发现徛街边顶栏下边有伊行的行李啊，一路一直沿到顶栏边沿野溪，怀疑富林人落伫溪底，赶紧通报。这一暗找找无结果，初时透早7点去出动，搭配空翕机找人，早起10点左右发现这位富林人。事发地点下游约300公尺处，野溪南沙坝瀑布下方，发现该失踪之高姓妇人。山区连日落雨，土石也松动。青山有民众伫嘉义县阿里山乡新美村自来水第3号龙路修路，就看到土石流发生的瞬间，错漏的土沙水连续拿来的林木也风扣断。已经完全它的坡度将近快90度所以完全不能再抢通了。到时候我们公所再一个评估，是不是有替代方案？水上乡也有路面必损，第1线2.5.4公里的所在，嘉义县水上路段正义路地下道顶面道路，崩塌大约40至50公分，紧急封闭双向各2个车道。优先开挖，因为一定有水嘛，水一定有来源嘛，来源最有可能的就是自来水。这个火是无奈这波山人区有带来的雨量，互因连厝都无啊。
民用厝正边的壁崩起，连家区也向下面厝。台南纽亚一家人前一日厝的下面的地基防救坑，货车库甲4台汽车拢连落山布。厝严重壁损，测试更加严重，经袂掉的壁面直接崩起。咱款物件想讲要崩，今日崩塌嘛，阮款物件看到一半，个向崩一下，阮个嘛是个紧冲出来，看物件规个崩落来啊。厝一家人离开厝，好佳在无人伤亡。所以艰苦会当夜风避雨的厝受损，和今年的父亲节是真歹过。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天气真正咧奇怪，澳洲新南威尔斯这边北部受到强烈风暴影响，对因的时间8月初2开始落雪，就有40公分遮尔悬，也最后是因40冬来雪就上届到的。南半球伫咧寒，也北半球是咧热。日本7月平均温度已经连续3冬创高温来创纪录，冰库7月底就热到41度2，今麦雨若搁落少，规个可旱，恐惊影响到稻仔的产量。雪一直落，将道路甲厝的厝顶拢盖一层白雪。厝边的空地也有少年人咧耍雪。南部新南威尔斯州北部当地初2开始受到强烈风暴影响，开始落雪，积雪达到40公分，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上悬纪录。就连附近的昆士兰州部分地区也罕见的10年来头一摆落雪，引起民众好奇，甲户外翕相看雪。I've always dreamt about going to the snow. I've never seen snow before in my entire life. And it really is a surreal experience. And it's awesome. 新南威尔斯州紧急服务处通报，目前规个州已经处理超过1455件雪灾事件，包括有100多台车受困、建筑毁损、加水灾问题。互当局几摆发布重大大水灾预警，也有数百户家庭伫暗时停电。新南威尔斯州的大雪景，外地游客进伫当地的街拉顶看雪，也有一对情侣直接伫雪景求婚。Pulled up on the side of the road to get a photo in the snow, and then I wasn't allowed to wear my mittens because he's like, you won't need them, and then he proposed. 澳洲落大雪，日本煞创下高温新纪录。日本气象厅侦测到日本经过有史以来上热的7月，今年7月平均气温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7月，关出2.89度，是日本连续3年的7月创新高温纪录。关西冰库县30个高温，捌达到摄氏41.2度。I am sweating from top down every single day. I need to drink a lot of water not to dehydrate. I put a lot of, sunscreen as well, okay? 气象厅警告，8月也阁会出现更加侪气温超过35度的烧热的天气。这时已经有17个观测站观测到的高温拢创新高纪录。高温天气也予日本包括北陆甲东北地区多数地区降雨量低。后面仲搁较烦恼降雨量少，会影响日本稻米收成，和日本欠米的情况更加严重。目前，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小泉进次郎也伫食材新习惯的水坝加水位了后，暂时以压水车的方式供应稻产所需要用水。公司新闻，但是同编译。哈马斯最近发布一段影片，看到2个邻近的因是无得食物件，嘛无啥通啉水，规个人是消散落目，甚至是家己来乌望厝。好，这画面放出来是引发以色列民众上街头示威，要求紧停战、紧放人。好，纳坦雅胡讲伊真坚定要来消灭哈马斯，伊绝对袂来屈服。也真坚定的，阁有哈马斯。哈马斯讲除非讲这个巴勒斯坦来建国，若无因是袂解除武装战斗。对哈马斯放出影片内面看到，一位以色列人质伫咧纸顶楼下，即天是7月27，已经几落天无食物件，而且拢无水通啉。这个人质叫 David， 也个摕沙条伫咧磅空内面学，讲是咧替家己学望。רזה יותר וחלש יותר. מבחינתי זה נראה שאני בדרך למוות שלי. חובר לעצמי את הקבר שבו אני אולי אשכב. 另外一个德国甲以色列相中讲一个人质对着镜头讲无水无食的已经强要死亡，因2个人看起来拢三比八，面色正歹，引起以色列民众上街头示威，希望国界随达成停火甲释放人质的协议。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除了谴责，也佫强调消灭哈马斯的决心。באמצעות תעמולת הזוועה השקרית שהוא מפיץ בעולם, אבל אנחנו לא נשבר. אני מתמלא בנחישות עוד יותר חזקה. לשחרר את בנינו החטופים, לחסל את החמאס,
להבטיח שעזה לא תהווה יותר איום על מדינת ישראל. 不过，以下停火谈判怎么停来？哈马斯吹理讲，除非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有完全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那无违反其因武装抵抗的权利。这个以色列的要求相违背，看出双方意见差正多。虽然落雨，欧洲雪地过亚路，依然有几落万人上街头示威，警方估计参加人有9万多人，因夜标语画口号，希望为保受战争吞噬的加沙实现和平，并且运送救援物资。卫兵顶头穿西装甲红领带，就是维基改革的创办人亚桑杰，伊行伫队伍的上头前排小听。欧洲总理艾班尼斯北讲支持两国方案，并且讲以色列故作犯罪甲杀害平民的行为，无用准辩解或者是忽视。不过伊到即马是也无承认巴勒斯坦国。公司新闻张伟林编辑。来讲，乌克兰军事的采购刷标备案。国会议员、地方官员、甲国民警卫队拢牵涉在内，因伫咧买军事设备过程当中抽30拍空米箱，即马已经有4个人互抓起来。乌克兰反贪腐机构表示，发现一项重大贪腐案，案件牵涉用警员介绍买军用无人机甲电子干扰系统，针对上有现今国会议员、地方官员、甲国民警卫队成員，受合約競押30拍空米箱。FPV абсолютно аморальні. Має бути повна та справедлива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ість за це. 这案件爆出来时机点特别敏感，因为乌克兰国会伫案发前2日通过立法，开放2大反贪机构，也就是国家属贪局、甲属贪专职检察署的独立调查权限。原因是因为总统泽连斯基进前因为清除罗西影响推动这项法案，将2个机构放伫个总检察长控制之下。不过被认为是反贪倒退路，引起国内大规模抗议。泽连斯基伫压力之下撤回权限，最后伫国会通过。目前2个议员一直冲突，美国总统川普想要调解，伊的副部长米勒指控印度买罗西石油就是资助罗西对乌克兰的战争。People will be shocked to learn that India is basically tied with China in purchasing Russian oil. That's an astonishing fact. India portrays itself as being one of our closest friends in the world, but they don't accept our products. 米勒指出，川普政府甲印度关系一直真好，不过若印度继续支持罗西亚，美方只好采取更加强的外交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阮台湾即马有5个传理长带中国身份，这是今年1月内政部查出来的。其中花莲县富里乡核电船长郑万华，伫咧8月初1去互乡公所解职，这是台湾第一例。要讲到这个郑万华伊过来台湾28天，伫咧17天前摕到台湾的身份证，即马互提职，伊是真不满，讲会提起诉愿。也讨好嘛有里长共款带中国身份，伊批评政府安尼做是违宪。敢有违宪？内政部这边就讲，规定本来就是讲公职人员袂使有相定国籍，有相定国籍，佮有新北这边，这里长嘛共款有这个违规的记录。民政局这边是讲等咧调查的限期。互因甲资料不好交，暂时要甲因解职。一个渐冻人先生的身躯边，郑万华正所激动，强调过来台湾28年，早就已经是台湾居民，所以会无放弃中国籍做条解职，强调台湾官方要求是免工人。因为你一旦开了，就表示你承认台湾是独立的了。谁会给你开这个东西啊？如果他今天我这个搞成了，就表示陆配以后都不能参政了。郑万华为中国四川来，1997年来台湾，17年前摕到台湾身份证。2002年第一摆参选核电船长个当选，在地乡亲对伊评价袂歹，遭到踢职也会感觉艰苦，伊也要提起诉愿。想法讨好姚氏的里长面临共款状况，爱个调查。台北市里长王炳祖表示，已经嫁到台湾30几年，民国89年摕到台湾身份证，今年2月佮亲身飞回中国，不过就是无法度办抛弃国籍。我们已经努力过了，我今年2月要去办，大陆不给办啊！你现在就是硬性的要叫我们去注销国籍，那我们就是有通天的本领也办不下来。有关里长国籍疑案，现能由松山区公所查明中，但对于查询国籍有其困难。
会依个案情形研议处理方式。中会理长面临资格审查，其中2个是新北，包含土城延寿里里长田国兰，加中和区中南里长林秀晶。市府已经启动相关调查程序，其中里长减负放弃国籍的文件上有一些认定疑义，已函请内政部厘清中。同款是中会新住民桃园区管理里长潘秀玲无奈表示，计划就先做好里民服务，等政府的决定。我们当初来。我们是以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我们也是正常的选举。我除了等待还是等待。目前谢谢大家的关心。内政部表示，对无照规定办理的村里长，由乡镇市区公所依法解除公职，若不服依法提出诉讼。陆委会也指出，因为对国家中心机部甲避免机部冲突风险，尊重主管机关内政部对国际法的解释甲相关的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要这敢有正常？中国海警船这几个月是直直侵了咱外岛海峡，8月初2下晡，阁有海警船想要落入去咱东沙海峡，甚至甲船只的设备系统关起来，那像是要甲咱测试。要咱海巡署是派船舰去监控，2边是对下22点钟一直到昨下晡3点外，这只中国海警船才往北驶离开。呼叫中国海警船3102，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中国海警船初一下晡，和海巡查到伫东沙岛海峡向南驶，根据伊的航向甲航速，研判要进入咱的东沙管辖水域。就算先向无线电广播处理，毋过无得到回应，海巡署马上调派巡河背后向前。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东沙指挥部初一下晡2点50分查到5点34分，巡河背后到回个广播处理。毋过尾仔6点10分，中国海警31控制线关船自动识别系统 AIS， 一直到暗时7点35分才去开，航向向东外，而且甲咱船相近的距离敢若1海里。以暗船方式企图隐蔽航机，避免被雷达侦获，不排除此举为测试我海上勤务部署及机动应处等灰色地带洗脑操作等作为。海巡署表示，这几年中国海警船一直伫咱的东沙金门水域侵扰，1月底甚至宣布伫南海黄岩岛周边实施海空联合战备警巡，因讲是对南海甲印太地区国家挑战。东沙岛作为重要战略位置，早期由海军陆战队负责驻防，后来防部散户海巡署，搁成立东沙指挥部，专家认为爱加大监控强军的建地。西方智库的兵推其实都非常特别关注东沙的位置。也许我们现在不一定能常驻这个部队，因为我们现在陆战队它目前的角色比较都是在本岛进行这样做。那未来是不是说仍然要让它保留或恢复这样子的一个海上的这样子一个突击的能力？我觉得这是有必要。像或者是像可能建立一些快速的船舰，甚至可能包括像例如说这个某种程度像攻击直升机啊等等。另外，根据国防部资料显示，初3到初4早起6点24点钟内，有4只的强机飞过中线，侵扰咱北部空域。国军共款用任务机舰甲岸地飞弹系统严密监控。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中国广东今年曲江病较接要7000例，菲律宾、印尼这国家马来西亚为着要防止曲江病拖入到咱台湾，疾管署呢伫咧国际港口加强检测，也明仔载会来宣布讲，敢要甲广东旅游这个疫情建议，对即卖1级提升到2级。虽然中南部雨势短雨，毋过工会专家烦恼大雨过后，真侪容易积水，恐惊产生真侪大病蚊仔。今年热天，台湾可能面临天狗节曲江病上风暴，因为最近监测发现，国内真侪所在大病蚊仔密度已经超过全部临界值，然后警官以及病例进入社区，恐惊大流行。过去108人谈了21名这个气功病例，那我有追踪他们他们的酸痛都超过1个月。有时候看过4次的医生，酸痛都还没有解决甚至在国际上有很多的病例会超过好几年。疾管署指出，曲江病甲天狗节同款，拢是由带病毒的白线斑纹，也就是埃及斑纹定着感染。曲江病潜伏期是2至到12日，毋过发病前2日到发病了后5日，拢是传染期。症状有胸发烧、关节痛、头痛等。一般患者出现皮疹，有的患者关节会痛到无法度行动，甚至将身体弯起来，这就是曲江病特征。因为中国广东、菲律宾等附近国家曲江病疫情严重。台湾已经伫国际港部加强发烧体检。
我们目前有针对这些东南亚的入境的国家，或是中国广东入境的一个国家，如果他有发烧的症状的话，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检测。根据统计，中国广东扩江病最近一礼拜暴增将近3000例，今年已经有将近7000例，引起国际关注。疾管署安松拜二公布，是毋是将广东旅游疫情紧急升级，为即卖一级注意提悬到2级警示。专家是强调，天口节甲扩江病拢是环境病，一定要落实顺道清路，将有效杜绝带病网络组成员传播。记者综合报道。荷兰是全球第一个同性婚姻合法的国家，不过呢，对亚洲人却加减减有歧视。咱台湾的变种风向尼菲亚就去到阿姆斯特丹参加冬季游船，伊站出来，希望社会会当用无同角度来甲因理解。来看公司国际记者张依玲伫荷兰的报道。阿姆斯特丹同志骄傲月游船周末登场，在荷兰的亚裔社群也在台湾外交部及文化部的支持下参与，并邀请了来自台湾的变装皇后尼菲亚。准美爱心气球点悬有印大字的婚姻平权伫亚洲，台湾是亚洲第一个荷兰 LGBTQ 社群亚洲骄傲，透过冬季骄傲月游船，伫荷兰向全世界展示亚洲甲台湾的多元社群，增加伫各领域互人看到的机会。阿姆斯特丹很有名的就是花，所以我今天就是刚好花束，然后又一堆花，所以我觉得也很符合，就是很有台湾味，但是又有符合荷兰当地的文化的感觉。文化是最好的沟通的语言。那透过文化，我们可以直接的介绍台湾的价值及我们人民的信仰，然后用这种方式也是最能够跟当地产生连结。尼菲亚嘛出席阿姆斯特丹的卖场见面会，那吸引一寡卖场来看伊。荷兰上有影响力的媒体之一，新鹿特丹商报嘛以专门来报道，互台湾文化伫荷兰的讨论更较多元。毋过伫荷兰的RA社群，其实长期拢无正公开，因所面对的身份挑战，较袂互人看到。I've experienced some discrimination at any point in life. In my youth, simply because I am Asian or a foreigner. Being gay or being visibly gay has also had people calling me names, random passersby. We find that there's been a lot of racism. We're not seeing a lot of Asians in the media, and because of that, we don't have the same sort of opportunities as others, maybe. 國家 LGBTQ 的背景，有表明也是無表明的歧視，是真濟人定定面臨的議題，所以才會選擇站出來，讓社會會當用無同的角度甲立場理解所講的無同款。公司國際記者張武玲，荷蘭阿姆斯特丹報道。海底12000公尺深的海洋生物，咱人要親目睭看到是真困難。即馬阿根廷甲美國科學家就發明一種機器人，這機器人呢會當落去到深海甲野象傳登來到地面，也一個過程會來直播。配合科學家的解說，大家是超過2萬人來看深海的生態。像海绵宝宝内底派大星同款的浅柑仔色海青、红仔鱼，还有各种深海鱼类甲珊瑚，伫 YouTube 频道直播，而且大家拢有超过100万人伫看。由美国甲阿根廷科学家组成的团队，研发出一种探索海洋世界新方法，就是透过水下机器人，互伊去连畅水员都无法度到位的海底，用远端遥控机器人手骨，直接甲海底环境互动。科学家看影片，为观看者解说各种海洋生物的习性。这届的任务是伫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大西洋沿岸的马德普拉塔海底的结构，探测4000公尺深的海洋活动。Están todos trabajando coordinados en grupos y eso se ve, se transpira, se trasluce en la transmisión y bueno, a la gente le gusta eso. Ver pasión por un trabajo es atractivo. 像派大星的海星渐渐就吸引万甲迷注意，也伫社群媒体真侪人伫讨论。有网友讲，原来派大星是阿根廷人，也有其他网友一直伫注意魔蟹的生活，佫替伊号做变种风球。这种的海底探险活动的资金面临威胁。自从2023年12月，米雷伊总统上任以来，阿根廷国家科学技術研究委員會的預算，互人大幅度刪減1%，也引起科學家真儕人離職。
Digamos, la ciencia está en un momento súper complicado, tanto desde lo financiero, desde el soporte, desde los recursos humanos, etcétera, y que se esté produciendo esto es como un faro de luz, es como una cosa. 科学家讲，因即马伫观察的这片水域，是因为温差真大的关系，才会当有这么丰富多样的海洋野生动物。即马的直播，互咱人用目睭会当看到看袂到的海底生物，因受环境的程度，也互科学家真欢喜。公司新闻新乐为编译。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世界通，我是曹希，明天再讲这时间再会。